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伫3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咱大家通聚集伫教会来领受上帝恩典。咱伫即礼拜也是清明的年假，咱的确有的兄弟已经先转去到伫家己的故乡探亲，或者是兴亡。咱也伫祈祷中，为着因会出入内外祈祷，愿上帝看顾保守。互咱通伫清明年假的中间，嘛通得到上帝的看顾。咱要分享的大声，三个来祈祷。是阮疼痛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伫大斋祭期的第4主日，阮大家围围伫教会，做伙伫礼拜中来领受上帝恩典的中间，也恳求上帝你甲阮三个弟弟。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通伫大斋祭期即过程的内底，会当重新转来到伫信仰的内底，透过上帝你的引带，互阮明白耶稣基督是阮救主的真理。当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也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中。正做阮的帮衬，嘛通互阮会当晓悟上帝对阮的疼痛甲恩典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仔日是大斋祭期的第4主日，嘛代表咱伫2礼拜就准备要进入到伫受难周。我想嘛，透过礼拜的中间。再一次来提醒，嘛来甲咱的会友做呼吁，伫受难周的中间，尽量来避免有喜宴或者是出外的活动，会当透过伫厝的灵修来认捌、来听候上帝的恩典。我想通过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拄则咱的小民执事带咱读的即个内容中间，咱看见着一个4个月实得得到的喜乐。所以若照着教会的节期，伫即6礼拜的过程内底，大斋节期伫第4主日，咱伫讲台的中间有插会，代表今仔日应该是一个喜乐、有欢喜的一个时刻，配合今仔日的圣经节，来互咱知影讲，今仔日的主题是有关悔改。透过这个悔改，咱看见着上帝对咱的接纳，嘛代表讲上帝意爱咱人的悔改。通过安尼，咱成做一个基督徒，嘛通用着上帝的疼来接纳有需要的人，因为对着上帝来讲，4个月实得得到这款的喜乐，是来自属灵的恩典甲疼痛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伫路加福音书的中间，特别伫15章的这3个譬喻，大家拢真熟。第一个譬喻是银仔失去吹到的譬喻，第二个譬喻是羊迷失的譬喻，第三个譬喻是浪子吹到的譬喻。这3个譬喻的内底，我相信咱若伫教会出入的兄弟姊妹，这3个故事对主日学到伫礼拜堂，对细汉到伫大汉，这个故事拢非常的熟。路加福音书透过这3个譬喻来，互咱看见着、吹着迄款的喜乐。徛伫一般人的理解内底，咱无法度去想象一个人会当放下99只羊来去找着迄只迷失的羊。照着一般人的理解，咱无法度去想象一个人有10个银仔，结果伊放下9个银仔，为着找着迄个银仔，找着了后，然后伫遐办桌请人客伫遐庆祝。颠倒伫今仔日，咱伫11节一直到伫32节的这段经文，无论是咱上年大学社区的朋友也好，
也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好，拢捌听过着浪子披乳的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，互咱感觉讲真趣味，因为一个细汉囝离开厝，转来到伫老爸的家，结果老爸既然用着欢喜的款待来正做迎子接纳细汉囝的一个行为。第15章这3个譬如对着咱来讲非常的不可思议，因为徛伫咱人的角度来看，咱无法度去理解上帝的意思。却是咱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咱会发现，其实这拢是上帝的恩典。我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拍开你的圣经，咱要透过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，咱三甲做伙来认捌今仔日牧师所要甲咱大家分享讲道的内容。今仔日的圣经刻做2位，第一位伫15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二位同款伫15章。总是伫11节到32节。我想伫福音书的中间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咱拢真清楚通看见着讲耶稣拢一直甲社会遮个软弱的人，或者是有问题的人来做伙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耶稣甲抽象的、甲歹人做伙。结果耶稣甲遮个人做伙的时阵，咱看见着圣经的记载第2节，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就拗念，伫遐来意思讲为什么耶稣接纳歹人，而且都煞甲因接？所以耶稣伫遮来开始用譬如来甲经学教师以及法利赛人来讲话。照着咱对福音书的理解，嘛照着咱对耶稣的认捌，耶稣伊捌讲。伊讲健康的人无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有需要。我来的目的是要来钓歹人，毋是要钓好人。因为钓歹人主要是要互人来悔改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做一个认捌甲学习，嘛再一次来提醒咱，耶稣伊甲有需要的人徛做伙。耶稣伊甲社会欠缺。或者是互人排斥的人徛做伙。我想透过这款的经文来提醒咱，教会包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本身，徛伫信仰的中间，咱来学习耶稣，来甲社会有欠缺、有需要的人徛做伙。所以伫今仔日，耶稣透过这个譬如来去讲起伊的理由，为什么伊甲社会有欠缺的人徛做伙。我想伫今仔日的这个譬如真水，大家拢真熟，因为这是来互咱明白，嘛互咱去思考上帝国的信息是啥物，嘛透过这个譬如来互咱去反省耶稣要甲咱传达啥物款的信息。我想这个譬如大家真熟，所以我无要一节一节讲，但是我要点几个重点，互大家来去连串。我想咱大先先来看17节。17节，遮有一个真关键的字叫做醒悟。伫17节，咱看起着讲圣经的记载，甲咱讲起着这个细汉囝醒悟，对着耶稣的譬如来讲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动作。因为伫这个譬如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这个细汉囝伊的醒悟。互伊来真清楚，会当伫即中间来明白，伫18节讲，我有得罪天，嘛得罪我的老爸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正做我老爸的工人，请工。我想对着即个细汉囝来讲，伫即个故事的一开始，咱看起着讲细汉囝甲老爸讨要分家伙。所以老爸将家伙分予这个细汉囝了后，这个细汉囝出去外口车花宴乐，伫迄中间过着真舒适，或者是讲非常富贵荣华的生活。但是今仔日这个细汉囝，伊到后来却落魄到甲猪去抢食，
所以伫迄个过程的内底，咱看见着伫15节，伊讲啊，即个细汉囝来将猪所食的豆莢摕来煮鸡。咱会当去想象讲一个伫厝里食好穿好，若袂出是少爷即款的人物，伊落魄到爱去猪条内底甲猪手食。所以伫即中间，伊醒悟，伊认捌着讲原来我家己有罪，伊得罪天，得罪老爸，伊不配做即个老爸的囝，因为伊无即个身份，伊只有干那会当倒来到伫厝，求即个老爸来收留伊，然后进一步来互伊做工人。意思就是讲关系已经断离。所以伫17节，咱看见着即个醒悟即两字，如果你手头若圣经是你家己的，牧师邀请你家己画起来。即个譬如的关键，透过醒悟，咱看见着即个细汉囝对外口要倒来伫厝，倒来伫厝了后，伫20节，咱看见着老爸怜悯伊。老爸看着囝倒来了后，就直接用走去揽伊的颔棍，直直甲伊针。我想这是一个真感动的一个过程，因为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这个老爸伊对囝的唔甘甲艰苦。这个老爸的行动表现了真激动，无论是看着囝，远远看着囝就走过，或者是甲伊揽颔棍，然后或者是甲伊针。咱看见着这个老爸对着囝的接纳是无计较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伫无计较即款的疼，囝却恢复伊的身份。透过安尼，即个囝嘛得到老爸对伊的款待，伫遐办桌来请人客。老爸用着4个我实得得到即款的心情来表示伊的喜乐。换一句话讲，老爸的喜乐就是囝的醒悟。但是伫今仔日个故事上介精彩的，毋是囝倒来，嘛毋是老爸接纳囝，是老爸另外一个囝，也就是大囝，非常生气，非常生气。老爸为什么安尼来款待伊的细汉小弟？因为大囝认为讲，细汉小弟非类，细汉小弟安尼对老爸无友好，离家出走讨家伙，即款的囝子应该爱赶出去。大囝认为讲，伊是帮老爸出气，因为伊认为即个小弟无值得疼。但是老爸甲囝讲，你常常甲我做伙，原地所一切本来就是你的。老爸再一次甲伊的大囝讲，恁这个小弟是4个我实得得到。所以伫今仔这个譬如内底，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咱是毋是亲像法利赛人，还是经学教师，或者是亲像这个大囝共款？面对着社会有欠缺需要的人，或者是有罪过、软弱的人的时阵，咱该拒绝。咱是毋是亲像今仔日个圣经，互咱看到这个人物共款？咱的疼是有限。我想倒来到伫路加福音书的信息内底。路加福音书的信息，互咱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伫23章的34节，耶稣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前，耶稣伫十字架来帮所有的人祈祷。伊来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毋知影家己咧做啥。
对着路加福音书来讲，耶稣认为讲人的犯罪是无知，所以人唔知影家己咧做啥。上帝的恩典慈悲，伫这个中间来显露出来，是咱看见着上帝无扣分，上帝满有慈爱。但是人面对着上帝的赦免，人需要用悔改来回应上帝的疼痛。什么叫做悔改？咱伫教会内底常常拢听见着讲爱悔改，但是实际上什么是悔改？我想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，互咱会当淡薄的认识。这个认识就是互咱知影，悔改是来改变咱的生活，重新互咱再出发。这个悔改是对内心所反映出来，要甲咱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会当一致来回应上帝的疼痛。如果倒来到伫圣经的神学来解说的时阵，所谓的悔改就是爱出于改变对上帝的罪甲无顺服。所以通过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嘛，互咱重新去思考，当咱要脱离罪恶，来恢复原本起初关系的时，这个悔改是重新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会当全心全意来听主上帝。细汉囝倒来伫厝，悔改来成做老爸的囝子。老爸无扣分，老爸重新来甲伊接纳。我想伫大灾这期，咱得2礼拜就要进入到伫受难周，重新来思考这段经文，互咱会当去了解上帝的喜乐是盖在伫咱人的悔改。上帝的喜乐是盖在伫咱人用着诚实甲诚心来回应上帝的疼痛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咱嘛会当倒来到伫福音书内底，好好来思考。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伫马可福音书第1章的16节，伊安尼讲：伊讲，你爱悔改，恁爱悔改，爱来信福音。马可福音书第1章15节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互咱去明白着讲，原来今仔日即个细汉囝的醒悟，就是伊伫即个过程的内底，伊知影我太会当继续倒安尼，我无要得过原底的生活，我拒绝即款艰苦，或者是伫黑暗的生活中间，所以我要重新出来，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伫即个中间来承认家己的罪过。但是伫现实的内底，人其实拢唔知影家己有罪，人嘛唔知影家己咧做啥，所以伫即个过程嘛唔知影，嘛唔承认，伊到有自义的情况。所以实在来讲，悔改的出现实在是难能可贵。愿意承认家己有罪的前提，就是要知影天父上帝赦免的恩典。所以承认家己的罪，来愿意悔改，上帝对咱的接纳来说明上帝的欢喜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11节到32节，就是来提醒咱4个我失落的有个得到，咱应该着欢喜快乐。换一句话讲，人的悔改来成做上帝的欢喜。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若倒来到伫咱家己的日常生活来思考的时阵，今仔日耶稣讲这个譬喻，是讲互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来听，就是来提醒因，伫路加福音书6章36节，恁爱认罪，亲像天父上帝的认罪同款。当耶稣甲抽象的人、甲歹人做伙同桌，伫遐做伙用餐，结果遮个经学教师法利赛人伫遐来指责，来伫遐拒绝即款的状态的时阵，耶稣讲这个譬喻，
嘛是提醒因，上帝的疼是无条件，因为上帝的疼无条件，对着咱来讲是一个稳定。上帝的疼无条件，对着咱来讲是稳定，所以咱会当伫上帝稳定中间来恢复原本上帝起初创造的形象。咱伫今年的9月7号晚，伫4月21，所以4月21是9月节，咱伫迄天是联合礼拜。伫今年的第一次的洗礼，伫4月21、9月节这个主日中间，到目前为止，咱已经有8个兄弟姊妹报名洗礼。伫其中有一位兄弟，伊来报名洗礼，真有故事。值得真做咱伫今年大家做伙透过这个故事，做伙来思考，嘛做伙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感恩。伫旧年，伫大灾祭期的时阵，咱看见着基督徒顾陈锡根老师，伊来洗礼，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。伫今年洗礼的名单中间，其中一位，嘛是伫正前咱长期一直咧关心代祷的一位兄弟，因为伊身体欠安，伫外地来接受手术。透过这个手术，互伊行过死荫的山谷，然后来恢复身体的平安。这个兄弟倒来到伫台湾，透过伊的老母，透过吕长老甲马里执事的鼓励，伊欢喜要来洗礼，成做基督徒。我想伫前无偌久，大家为着这个兄弟安尼传很多的讯息，为着伊来祈祷，大家安尼咧追踪伊的情况的时阵，我想这个代志值得互咱伫这个中间有真好的见证，因为这位兄弟愿意要来洗礼，一定伫伊的人生中间有醒悟。进一步，伊愿意来做出回应上帝的疼。这个兄弟的工作真高阶，伊伫真科技科学的环境，真有理性的思考、工程的逻辑，是一个真优秀的工业人才。但是今仔日伊的醒悟，是伊放下伊的理性，伊欢喜倒来伫上帝的面前，重新来告别耶稣基督是伊的救主。我想对着咱来讲，这是一个真难能可贵的代志。人的悔改是伫醒悟的内底来去明白家己的专注。人的悔改是要互天顶的上帝、天顶的天使，包括所有关心的人，拢会当得到欢喜。我想，当咱咧读路加福音书的时阵，如果咱也淡薄有圣经基础的兄弟姊妹，拢知影讲，其实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伫伊的专业的立场来去连接天父上帝迄款的仁慈，就会当明白，当社会有需要的人到伫耶稣面头前的时，耶稣怎样亲像一个医生共款来接纳、来医治、来成做因的帮助。伫咱台湾有一个医师叫做谢伟，这个谢伟毋是咱大家所认捌迄个玻璃基督教病院迄个谢伟，是另外一个伫路加传道会的一位医生。伊来回顾伫台湾的教会咧宣教的中间，有3个所在真要紧。第一个所在是病院，第二个所在是学校，
第三个所在是教会。但是这个谢伟这个医生，伊认为讲，目前真侪人行病院的次数是比去教会的次数搁较侪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伫教会的病院的中间，就是咧学习耶稣基督迄款用着接纳无条件的仁慈来帮助所有欠缺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难免会亲像法利赛人，也是亲像经学教师，将人杀出去，将救恩杀出去，拒绝任何有需要的人。咱拢认为讲，家己过好就会使，但是咱忽略伫咱身边有欠缺、有软弱的人。但是天父上帝的疼是无条件，伊的疼，互每一个人有信心、有愿望，透过安尼来成做咱的见证甲帮助。各位兄弟，伫大灾这期第4主日，牧师要提醒咱所有成做基督徒的你我，咱做伙倒来学习天父上帝的仁慈，通过疼痛、怜悯来成做接纳，来见证上帝疼痛咱会遐大，欢喜喜乐互我。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，我想通过耶稣的譬喻，互咱会当去明白所带来的欢喜是偌尼要紧。伫耶稣的譬喻，咱看见着即个细汉囝的悔改，毋是敢若老爸欢喜，搁较要紧的是要互天顶的上帝欢喜。恳求圣神来做工，拍动咱的心，互咱会当醒悟，来承认家己罪项不足。咱伫洗礼前的学道班第1节课有4要。第1要，要知道耶稣爱我。第2，要知道我将被救赎。第3，要承认我是有罪的人。第4，要接受我要成为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儿女。求主来锻炼咱，要知道，要明白，要承认，要接受，互上帝的疼来成做咱的帮助。互咱的人生内底充满信心、愿望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无条件的疼，来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互阮，互阮伫这个疼的中间，来看见着上帝对阮的救赎。恳求主，你互阮知，互阮知影耶稣疼阮，嘛互阮会当明白，因为有耶稣的疼，阮的确会当得到救赎，所以阮欢喜承认来悔改，阮是有罪的人。通过安尼，阮要来接受，成做上帝的囝子。恳求主教阮三甲伫地，也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大灾这期的这个期间，会当透过灵修来定着家己，嘛，互阮浮动的心会当安静，来领受上帝你对阮的疼痛。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拢会当伫上帝你圣神的固守中间，保守阮的心，赢过一切。透过安尼，互阮通伫上帝的旨意内底，就亲像这位4个我
失落搁得到的，因为安尼来互上帝欢喜。恳求主教阮三个祈祷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